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24章。第9年10月初10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为今仔日即个特别的日子做记录，因为今仔日巴比伦王开始围攻耶路撒冷。你着向即个悖逆的子民讲譬喻，甲因讲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甲鞋仔下伫火顶面，下好势，倒水伫鞋仔内面，将切做一块一块上好的肉，就是肩头肉甲腿肉，甲上好的骨头，甲鞋仔堆满满。取羊群中上好的羊仔。甲柴放伫鞋仔内面，甲遐个骨头甲肉煮互滚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惨啊！即个老人会血的城，生鲜毋捌攄过的鞋仔，内面的肉毋免抽签拣，着一块一块拢甲硬出来。即个城还有杀人流出的血，血拼伫光骨的石盘顶面，毋是倒伫涂骹，袂当用涂砍。是我互即个城将杀人流出的血拼伫光骨的石盘顶面，袂当用涂砍，是要激动我的受气，甲因报应。所以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惨啊！即个老人的血的城，我要亲身踏一大堆柴，添较侪树瓦，互火较炎，甲肉煮互烂，汤炕甲打起，连骨都臭火焦。了后，将空的鞋仔下伫火顶面，互鞋仔热，甲虫烧红，互内面的垃圾扬去，鞋仔就无阁有鲜。毋过所有的落落拢无菜工，鞋仔厚厚的鲜，用火嘛除袂去。耶路撒冷啊，鞋仔的鲜就是你的阴性。我想要甲你洗净去，毋过你毋肯。所以，伫我对你发大受气以前，你的垃圾袂当除去。我上主捌讲，我采取行动的时机到啦，我袂改变心意，无要怜悯，嘛无要宽容。我要照你的所行所做，甲你审判。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我要互你心爱的人忽然死去，毋过你袂用得哀伤啼哭，嘛袂用得流目屎。你通恬恬仔吐气，毋过袂用得甲伊办丧事。你着拔头巾，脚穿袜，毋通用喙手表示哀伤，毋通食为着丧家准备的食物。迄早起，我甲人讲即个事，迄暝我的某就死去。过早起，我照上主的命令去做。人问我：你若无要甲阮讲，你做遮个代志对阮有甚物意思？我甲因讲：上主对我讲话，叫我甲以色列人讲：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恁将圣殿当作上夸耀的瓦壳，目睭所喜爱，心灵的寄托。毋过，我要互我的圣殿受亵渎，恁留伫耶路撒冷的囝、查某囝，拢要互人杀死。迄时，恁要照我所做去做，恁毋通用喙手表示哀伤，
毋通食为着丧家准备的食物。恁嘛要白头巾，骹穿袜，毋通哀伤啼哭。恁要因为家己的罪恶衰懒，面对面害惨。上主讲，以色列就是恁的条头，伊做的，恁嘛拢要做。到迄时，恁就知我是至悬的上主。上主讲，人子啊，迄日我要拆毁恁瓦靠的堡垒，夸耀的阳光，目睭意爱的圣殿，嘛要杀死恁的囝查某囝。共迄日，对耶路撒冷逃走出来的人，要来你遮，甲你讲遮个代志。迄日，你无搁恬恬袂讲话，你要开喙对遮个逃脱的人讲话，安尼，你要诚做因的条头，因就知我是上主。